乡亲啊，有关这个风台的状况，咱等一个继续来报道。先来看中华分行一个65岁阿公赛车载着4个孙仔，讲可能是因为孙仔伫咧车顶嘻嘻哈哈、吵吵闹闹，阿公无法度专心来开车，就去弄到路边停伫咧路边的轿车，结果2台车拢并落路边的奶子园。阿公的车是并翘身，车顶5个人拢受伤，加在拢无生命危险。 一台轿仔车驶咧向天，伫内之园内底冰冰，车内阁有一个人，救护人员赶到位，随架驾驶要甲车内人救出来。彰化县消防局接到通报，伫分园乡一个单姓男子9号下晡赛车，车内载4个孙拢坐后壁，经过中南路4段，疑似囡仔伫后壁咧耍，单姓驾驶一个失神，车是先弄到路边的轿仔车，速落来失控，最后2台车为2米深的架落落去内之园内底。所幸1名驾驶及4名乘客经送医救护后意识清楚，均无生命危险，酒测值为0。 吊车吊起来，看到车头规个是猫入去，人家厝嘛着这围墙啊嘛拢害去，物件是喷甲规世界。哦，弄就是遮即个等于啊，啊个遮伊咧看伊个金条手啊，啊个弄个只抓进去啊。迄时车内囡仔有2个查甫，2个查某，其中6岁查甫囡仔伤势较严重，正腿骨折；其他3个囡仔甲驾驶拢是擦伤甲乌青尔。毋过阿公赛车载孙伫路中失控并车，毋但人受伤，嘛有惊到。好佳在5个人意识拢清楚，无生命危险。车祸详细调因，要搁等待警方继续厘清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